你兄弟大家平安，咱批判心，大家来敬拜上帝。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用阿罗进入伊的殿院，着感谢伊阿罗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线到万代。人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7首。我主上帝，我哪想就哪戆呀！你的圣手所做一切工程，看见天神，搁听见雷的响声，宇宙充满你奇妙的工程。我心出声，阿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阿罗上帝圣名，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咱起立，三个来吟。我
咱犹原徛伫三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迄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妹，请坐。咱先开圣诗后面课文57，圣诗后面课文57，也就是约翰15，1103页。咱三个来看，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人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看顾阮大家平安顺遂。伫主的生日，阮兄弟大家有缘旨意，遵守主你的诫命，着记得安息日守以做圣。阮主席伫主你的殿里来敬拜你、学乐你，愿阮的敬拜诚侪芳芳的祭，互主你欢喜。主啊，阮的人生充满了一切的境遇，有喜乐欢喜的时，也有忧伤痛苦的时。一年过一年，身边的亲人好友，世上的一切事物，充满了阮想象袂到的变化。互阮亲身感觉到，好好牵调着主，把握现时，珍惜所有的一切，关心一切。阮祈求战争紧煞，世界充满和平。今仔日是台南新人医奉献主日，阮知伊是一间历史悠久的新学院，专门培养合用伫教会牧养神职甲侍奉的人员，来服侍正教会甲台湾社会诚做一个合伫上帝旨意的国度。愿主大大赐福，互因所计划一切学务，拢有主你的引带甲带领。听阮的主，你爱阮常常欢喜，凡事感谢，凡事祈祷。你有权决定你的旨意，总是因为你的疼甲恩典，容允阮来表达阮的心意。求主你互阮顺服感恩的心，来接纳有下伫你旨意的应允。感谢主，阮真欢喜，你尽忠尽职的仆人，如各方牧师伫阮会中，通过主你的话来勉励阮。愿主圣神临到伊，互讲的听的平平得到帮助。
这是阮犹原关心身心灵欠咱的兄弟，求主看过因，互因所拄着一切病痛、困苦艰难，免烦恼，心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请圣乐队。
咱感谢圣国弟用诗歌带咱来学罗上帝，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章第1节到第4节，搁一位是24章44节到48节。路加福音1章1节到4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咱来看，我来读。因为有侪侪人将咱中间已经成的事，就压笔来排列做段，就是照遐个做道理的册用的人，对起头亲目看起来传互咱的。我已经对起头详细查考拢总的事。就想到照次序写伊来寄互提俄菲罗大人，互恁知所学习的的确确实。咱阁看一位24章44节到48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佮对因讲：这个就是我雅古甲恁伫地时所对恁讲的话，讲既若伫摩西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指我的话，的确着应验，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遐个圣经。佮甲因讲，有安尼记载，基督受苦，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也反悔甲赦罪道理，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恁做遮的代志的干净。以上，愿主的话诚侪咱的帮赞。讲道现在去。女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当记录，诚做记忆”，咱共受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今日代表台南新学院真欢喜的通到咱西湖教会来代表新学院大家请安问好。望大家过去对新学院的关心、支持、甲奉献伫个来嘛会通继续关心新学院的教育。咱知影，要伫长老教会做牧者吼，一定爱读新学院。咱长老教会新学院嘛只有3间，一间伫台南，一间伫台北，一间伫花莲。规全台湾长老教会的牧者拢对即3间新学院出来。咱知影牧者伫教会是真重要的一个职分。虽然讲教会毋是牧者毋是上重要的啦，但是是真重要啦，所有的牧者拢对遮个新学院来产生，所以咱若关心咱的教会伫台湾。也是福音的事工，咱嘛千万爱会记得，咱爱对新学院来关心起，因为所有的牧者拢对新学院来受培养，去到每一间地方的教会来牧会，来发展事工，所以望大家会通伫来的日子继续关心咱的神学教育。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搁一摆组织阮来到你的圣殿，阮即时要做伙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上帝你的神甲阮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互阮会通透过上帝你所赏赐阮的五官，伫咧敬拜的时，
伫咧生活诶时，阮通过听、看、闻、思想、梦，来得到上帝你对阮生命诶启示，通来成做阮生命诶帮助、提醒甲勉励。阮即时求上帝你诶神运行伫阮中间。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诶名，阿免。想要先甲大家问一个问题吼，咱遮兄弟姊妹，敢拢是自细汉就伫台北大汉诶？敢有人是对外地搬来台北诶？举手互我看一下。哦，真侪人吼，毋是台北是一个真侪外地诶人移民起来吼。我家己嘛是啦吼。其实我诶故乡就是伫台南新学院诶台南我伫台南出世，伫台南大汉。一直到大学诶时阵即个算是一个叛逆诶囡仔吼。迄个时阵考试考了咧填志愿吼，进学校诶唯一标准就是看对一间离厝上远啦，吼，就填迄间甲填伫咧上头前。所以我就起来台北读册，所以自大学诶时起来台北，来了就一直伫台北生活。除了毕业诶时阵，有转去南部做兵，做了搁起来台北食头路。后来新学院嘛是，我是读台湾新学院诶吼，就一直到新学院毕业，较搁受派离开台北。但是来红埔诶时阵，我嘛一直咧想讲，我毋是袂介意台北，只是我想讲台北生活吼，毋是介简单啦吼。即个消费啦，一切诶步调拢诚紧。南部囡仔吼，较习惯伫咧中南部迄款比较缓慢一点的步调生活，所以嘛拢想讲往中南部的教会咧找，结果上帝的引带吼，定定拢是伫咱想要去迄边的时吼，伊就会甲咱讲无，吼，你是去即边啦，吼。所以后来我嘛是转来台北的教会牧会。因为我是一个南部囡仔，所以当我来到台北交往我即摆的太太。咧甲伊谈恋爱的时阵吼，咱应该有即款的经验。亲像咱若毋是伫台北大汉的，咱咧甲咱的囡仔是甲咱的朋友、亲人咧分享的时候讲，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吼，伫我的故乡吼，阮是安那咧过生活的吼。所以我嘛会甲我的太太来分享讲，我较早伫南部的时阵，特别食着啥物物件，想讲，阮迄巷仔口吼，有一间啥物。足好食诶吼，而且佫俗吼。但是不管我安怎甲伊分享吼，迄对伊来讲，拢只是一种诶我诶记忆，吼，是记忆中的事情。一直到阮结婚了后，我新学院毕业我受派去家己中会吼，伫咧云林高溪迄个所在，离台南较近啦，吼，所以。有较侪机会，我会当开车带伊去台南吼，去南部去踅踅，去绕绕带伊去看讲我细汉大汉的所在吼，嘛会当带伊去食我较早甲伊讲迄间足好食的巷仔口的店，吼，就一直到安尼，我所甲伊讲的遐个原本是记忆的代志，较会变做伊生命中的公道柄啦，迄拢只是一种记录啦，吼。着爱我带伊去了，遐个记录，较会变做伊生命中的记忆吼。着亲像咱咧读圣经，咱会看到真侪信仰的前辈所写落来的记录，但是记录伊只是记录，如果咱无机会亲自去体验着。伊就袂成做咱生命内面的记忆，
今日咱做伙读的路加福音一开始的这40经文，虽然短短吼，但是充满路加这个作者想要对咱讲的真侪代志。虽然伊敢若亲像原本只是要写互即个叫做提阿非罗的代人看的，甲咱无啥关系吼。咱敢若是无小心去读着别人的批啦吼。但是其实提阿非罗即个名，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听的。所以咱每一个人应该拢是上帝所听的，无论是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拢咧对咱每一个人咧讲，路加即个人伊当时所记录落来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而且路加佫讲，毋领伊有写即款的记录，有真侪人伫迄当时拢提笔详细查考咧写因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故事甲记录。确实是安尼，因为咱知影除了路加福音以外，咱的圣经内面就有马太、马可佫有其他的福音书，拢咧用无共款的角度咧写有关耶稣基督的记录。而且嘛，不止伫咱的圣经内面才会福音书，咱知影伫个咱所读的圣经以外，其实佫有真侪，咱甲称作叫做次经吼、次经吼，嘛有真侪人咧写因所看到，因所用因的角度咧写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路加讲，伊详细查考大家所写的记录，然后伊决定要写一个对伊的角度所看到的，用伊的方式来整理，然后写出来。用什么款的方式呢？咱会通看路加讲，我为着你，我要将这的代志照顺序所写出来。咱看到照顺序写出来的时，可能有的人会感觉有争议啦吼。因为每一本福音书内面，咱若详细咧看因所写的故事，有真侪代志发生的顺序无啥共款的，吼，亲像无花果树吼的记录，耶稣看到无花果树，讲无花果树高大，伫个即本福音书是写伫即个时阵，伫另外一本福音书佫是写伫另外一个时阵，所以路加讲伊照顺序的话，安尼毋着别个人无照顺序吼。其实路加所讲的顺序，毋是只有时间的顺序，吼。就亲像，如果咱一工内面要完成十项代志吼，一个人甲另外一个人，即10项代志的安排，什么代志先，什么代志会放伫个尾仔，应该嘛会无啥共款啊。所以照顺序咧，毋领是照时间的顺序尔。若毋是照时间的顺序，安尼路加伊是照什么款的顺序咧写耶稣基督的记录？咱会当来看今仔日的第2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的44节。既若伫摩西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之外的话，拢的确着应验。原来路加所讲的照顺序，无一定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啊，嘛会通是遮个代志所咧记载遮个代志的过程吼。首先，路加所按照的顺序，就是对应圣经吼。既若伫摩西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外的话，路加的顺序，其中一种就是对应圣经。咱知影较早犹太人咧读的圣经，
其实就是咱即马咧看的旧约圣经。犹太人无读新约圣经啦，伫咧新约时代，遮个作者咧写的时阵遮个物件拢还未变做新约圣经的，因只有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就是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的编排的方式甲咱即马所看到的嘛无共款。因的迄个编排就是按照路加所讲的。是先读摩西的律法、先知的册、甲诗篇、圣言、智慧书。所以，如果咱来读路加福音规本的时，咱会当看见路加的对应即个圣经引用真济旧约的经文，咧说明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路加所照的顺序嘛，不只是对应圣经尔。咱若继续看。路加福音第24章46节，伊讲圣经有安尼记载，基督着受苦难，第3日对死人中割活。拄则所讲的迄个顺序是对应圣经，另外一个顺序咧是照耶稣伫世上的时间发展的顺序写出来。虽然若读路加福音，咱会看见路加安那记录耶稣伫咧罗马帝国统治的背景下面来出世，然后咱会看见路加记录耶稣安那伫加利利咧传福音，咧做伊的事工，然后伫撒玛利亚咧做伊的事工，最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死伫十字架顶。然后是受难甲割活。路加所按照的顺序嘛，毋仅是对应圣经，甲按照耶稣基督事工的进行。咱若继续看24章的47节，咱会看见讲，恁着奉伊的名传悔改，来得到赦罪的道理，对耶路撒冷去，传到万国。咱拢知影，路加毋仅写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嘛是伊所写的。即两卷册其实是做伙的。那用咱即马所会通较好理解，就是咱咧追剧咧看一寡剧的时阵，伊有分第一季、第二季，还是看小说的时阵有分上卷甲下卷，所以咱会当看伫咧使徒行传的一开始。伊嘛有写一句真类似的话就是讲圣神要降临伫恁的身上，恁着得到能力，而且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同款的一句话，咱会通看见，伊所讲的是地理上的顺序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地极。所以，如果咱咧读《使徒行传》的时，咱就会看见，规个《使徒行传》拢照即个顺序咧记录福音耶稣基督的故事，安那来传出去。即个顺序嘛，毋仅是咧照空间地理上的顺序，更加是一个。人安那来回应圣神的顺序，所以咱若安尼整理起来，咱会通看见路加所讲，伊按照顺序写落来，伊的顺序就是对应圣经，按照耶稣基督的事工，甲回应圣神即款的顺序咧记录耶稣。最后，路加伫咧第1章的第4节讲。伊是安那要写耶稣的记录？第1章的第4节，路加讲，目的是要互你通明白，你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的。路加写路加福音的目的，毋是要展现讲我的文采真好所以我看过遮尔侪册。遮尔侪有关耶稣基督的记录，我就想要写一个属于我的版本，
互大家看我写了诚好，嘛毋是亲像现代少年人真爱伫个脸书啦、IG 啦，真侪社群媒体顶面咧发表家己的意见，家己的想法尔。毋是即款，路加伊真明确讲，伊是安那要写路加福音，是要互人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的。所以路加的目的，就是要互人通过伊所写的。读伊所写的，通来认捌耶稣，了解耶稣，也就是路加期待通通过伊的作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路加将伊对耶稣基督的记忆，还有真侪人对耶稣基督的记忆，查考了后，写做一本搁一本的作品，诚做记录，诚做圣经。后来对初代教会开始到今仔日的咱，拢咧读因所记录落来有关耶稣的故事。但是不管咱读搁较济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才会记录。伊永远拢只是一种的记录尔。咱有当时咧，甲人传福音，咧甲人分享咱的信仰的时，过去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咱就是会鼓励用一寡神学的语言咧甲人分享讲咱是有罪人，但是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所以来信耶稣，耶稣疼你。来信耶稣会通得到永远我的性命，会通进入上帝国。咱会发现，这语言、这文字，拢只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记录尔。一直到当咱伫生命中有愿意照这个记录，咱家己来行，然后领受、体会着，这个话语才会成做咱的记忆。当咱看见上帝的疼，当咱谈到什么是耶稣基督稳定的滋味，咱体会到什么是圣神伫咱生命中的带领。圣经中这个作者对耶稣、对上帝一切的记录，才会成做咱对耶稣基督的记忆，才有意义，敢毋是？大家阁会记得我一开始所甲大家分享的，我甲我的太太的故事。因为我是牧师囝吼，所以我比较大过的所在嘛会比一般的囡仔较济。因为阮爸爸若换教会，我就爱搬厝吼。所以当我甲伊详细讲真济，我记忆中真济人啦，细汉的时阵，啥物人甲我是真好的朋友，教会啥物人对我真好。但是当伊听过了，迄拢只是一种的故事，只是一种的记录，就爱一直到当我有机会带伊去遐来望讲，这就是我甲你讲，我细汉拢伫遮佚佗。去甲伊熟悉讲，即个猫咪姊妹，即个猫咪人，就是我甲你讲，迄个甲我足好的朋友。伊甲伊有接触，伊有体验着较早我甲伊讲的遐个记录，才会成做伊家己的记忆，较会对伊来讲产生意义。遐个原本只是我家己的故事，才会成做伊的代志。兄弟姊妹，咱伫教会，我相信咱加少拢会熟悉有一款的基督徒吼，伊知影真侪有关信仰的记录。
最近我的教会嘛，拄有一个会友吼，咧处理一个家庭的问题，嘛是即款的情形。一个老母，伊是真虔诚，爸母是真虔诚的基督徒，伫教会看起来真虔诚的基督徒，但是真奇怪吼，因兜因的事势，无有一个人愿意来教会。原本我无啥物机会去探听着人家里的事情，但是因为因的厝内因为有人破病，所以有机会去关心。因为咧照顾四大人的时，有真侪人性的即个真实的样貌吼，对出现啦。所以有机会去甲伊的囝儿去开讲，较知影讲是安那因拢无愿意来教会。因讲因细汉的时嘛拢有来教会啊，但是当因愈来愈大汉，因看见因爸爸妈妈伫教会的模样，甲转去厝里的模样，因认为因敢若无需要伫因的生命中浪费即个时间伫教会，因为如果当因大汉了后，只是亲像因爸爸妈妈即款的基督徒。兄弟姊妹，我咧讲的是一个真济时阵会发生伫咱的教会，甚至有当时也是发生伫咱家己本身的代志。就是咱对信仰所认捌的一切，咱所听，甚至咱所吟的诗歌，敢会只是一种咱对教会、对信仰、对圣经所领受的记录，伊一直无成做咱的记忆。直到当咱期待咱的囝儿、咱的亲人、朋友会通来领受即个福音，会通来信耶稣的时，伫因看见的，咱的心上并无任何有关耶稣基督的记忆。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认捌，敢有已经对圣经内面的记录真做咱的记忆啊？咱对圣经的记录认捌耶稣、认捌上帝，敢有伫咱的生命中真正去体验到、去摸到啥物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迄款受苦为着疼的恩典，敢有真正去体会到啥物是天父上帝的疼痛？迄款伫前节，上帝安那看以色列人遐尔啊硬心，想要甲伊处罚，但是伊疼因，所以一直咧前节讲，我到底要安那来疼即个人？遮以色列人迄款的上帝的慈悲甲疼痛公义。然后伫咱的生命中经验遮个了后，互遮个信仰的记录会通成做咱生命的记忆，是咱活地的时，咱咧甲人记接的时，甚至咱去菜市啊买菜的时，咱甲厝边咧斗阵的时，伊就拢自然而然会活伫咱的生命中，因为伊是一种的记忆啊。所以，当遮个人咧甲咱斗阵的时，伊自然而然地对咱的生命来读到有关耶稣基督的记录啊！兄弟姊妹，咱敢有想过，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甲咱的生活，拢咧写一本搁一本的圣经？咱就亲像圣经的作者，就亲像路加共款。可算咱无愿意，咱想讲，
真侪基督徒拢会想讲啊，我毋是啥物信用介好诶人啦吼，嘛毋是啥物品格高尚诶人，我哪有法度去代表耶稣基督去讲啥物福音啦？吼，兄弟姊妹，咱爱确信一件事：当咱成做基督徒诶时，咱诶性命拢咧写一本搁一本诶福音书。因为不管咱有愿意无，只要人知影咱是基督徒，人拢咧看即个人伊诶性命生着啥物款，然后通过看咱诶性命生着啥物款，伊有可能一世人袂踏入来教会，伊有可能一世人袂知影啥物是以色列诶上帝、雅各诶上帝、亚伯拉罕诶上帝，啥物是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但是伊会看见咱的心上，原来即个人伊所信的，会互伊成做即款的人。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咧写一本搁一本的福音书，互人通过咱来认捌耶稣，来认捌咱所信的迄个上帝。所以愿圣神帮助咱每一个人，因为既然如果咱的性命拢会通成做一本一本的福音书，那安尼就代表咱其实无需要特别做啥物，无的确就一定爱特别做啥物，咱就有能力来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嘛。所以望圣神帮助咱每一个人。互咱会通对圣经、对教会生活、对灵修、对一切信仰的行为，来领受真济前辈兄弟姊妹、牧者对耶稣基督所发表的记录，但是咱就爱通过生命的实践。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去领受、去感受，互咱所看、所读这个记录，会通成做咱的记忆，互咱真实是知影啥物是上帝的疼，啥物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啥物是圣神的感动，互信仰是成做咱生命自然而然的体现，因为信仰。就是咱生活、咱生命的生活，就是咱每一天所讲出来的话，所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所关心咱的社会，所行出来、所做每一个决定。愿圣神时刻提醒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点点滴滴，拢咧替耶稣基督做记录，拢咧写福音书。有一天。上帝的确会使用咱所写这个记录，去成做伊的见证，互咱所徛起这个土地真济的人来看见咱生命的见证。通过安尼传福音，毋是咱咧靠家己的气力咧传，是上帝会通过咱的生命。家己亲自做工，将福音见证伫咱所徛起的即个所在、即个国家，愿上帝的国度降临伫地面上，伫天呢，亲像伫地呢。愿咱成做福音的见证。咱做伙仰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你的话，互阮通来追求，互阮通来。通过读圣经，领受着真济无共款的时代，对创世的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受掠的时，到新约圣经伫受罗马统治的时，耶稣基督的时，到耶稣基督上天。初代信徒咧起造教会时，真济有关上帝你的记录。
但是求上帝你通过这个记录来提醒阮，这个作者因会写，因会将因所看到的耶稣基督写落来，因所认捌的上帝写落来，是因为上帝会听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真做因生命中的记忆。所以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愿意追找你的基督徒、信徒、门徒，互阮也用阮的生命，将这个记录伫咧阮的生活中去实践，去军队，去敲吹。直到这个记录有一天会成做阮生命中的记忆。通过阮的生命，愿意互上帝你来调整，愿意来军队你的款式。主你嘛要通过阮的生命，互阮每一个人拢亲像一本活活的圣经，活活的福音书。去到阮上帝你所引带阮去的每一个所在，互人来读阮的生命，通过读阮的生命，因着认捌耶稣基督，因着认捌上帝你。愿主上帝你的圣神时刻甲阮伫地，时刻提醒阮，也时刻感动阮，互阮会通用阮的生命为着主你做见证。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感谢牧师通过上帝的话，互咱真好的勉励甲帮赞。应答上帝话，三甲来吟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听堂人民到万世。圣囝降世，昔日圣会，是阮救人赦免罪。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可以，就拢免惊，到尾稳当为看赢。咱起立，三甲来吟。天堂黎明好万岁。
请坐，即条咱要奉献，咱请民兵之士甲渔养之士来书献。你看在地平安，咱来献开周报。报告的事项，今仔日是台南新学奉献主日，感谢周美教会吕国峰牧师代表学院前来请安报告，感谢牧师。咱教会叶牧师代表学院前往周美教会。第二，3月29礼拜后要举行3月份的庆生会，请咱兄弟准备时间留落，参与会后提供午餐。咱3月份的寿星有帮师兄游来兄。第三，每礼拜5的暗时7点半，每周新眼宫读经的聚会，请咱兄弟踊跃来参加。第四，教会插会班3月份的上课暂停。第五，有需要牧师探访，或者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请来甲牧师或者是长职来讲，一律来安排。第六，下礼拜的主日礼拜的题目经文经节，请咱家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乐队练唱是早起8点45，咱拜五有早经，暗时7点半。插会班咱1个月暂停。后礼拜的早经，甲顶礼拜的奉献甲出席的人数，请咱家己来看。若毋对，咱过节来更正。圣工的事项，咱今仔日交代是帮师兄甲春英节，插花是秋梅之事，清扫是社保节。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书会是秋梅之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余信，书献是余阳之事，秋梅之事。交代是文龙兄、宪宗兄，插花我本人，清扫是应贤节。咱来看即礼拜金句，也反悔甲下罪的道理，要伫伊的名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来。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也反悔甲下罪。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并且有人要奉他的名传改，从耶路撒冷直到万
路加福音24章47节。好，咱由完这地，三个讲述来互相请安，来，平安，平安，平安。啊，拄则我伫着观点看咱大家兄弟真注意注神来听牧师的讲道，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记录，也真做我足好的记忆。好来，咱来吟下面的诗，圣诗402首，圣诗402首，咱起立三个来吟。本叫做你抓我言行欠比是正，让我大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一切灵魂是迷人，这是我人生必千万。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恁通平平安安回去，去到上帝所呼召恁去的逐所在，互上帝的福音通过恁的家庭，西湖教会，一直到万邦，来为着上帝做见证，荣光伊的名。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于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免。阿免。